仲在貸款嘅朋友要注意啦，房貸利率調整其實早就已經生效啦。利用好嘅話，可以幫我哋慳低幾萬，甚至乎係幾十萬嘅利息。咁據我了解咧，仲有好多個粉絲朋友係唔識操作嘅。今日我就手把手教大家，嗱，一定要收藏點讚起嚟，避免要用嘅時候揾唔到啊。其實房貸嘅新規咧，6大銀行咧已經可以自行申請修改重定房貸重定日嘅啦。呢度亦都俾唔明白嘅朋友科普一下，乜嘢係房貸重定日？即係話我哋喺銀行嗰邊簽你貸款合同嘅時候咧，合同上邊就會有一個貸款重定日期，多數咧都係每年嘅1月1號。所以以前嘅 LPR 咧係每12個月同我哋調整一次房貸利率。例如今年嘅 LPR 降到3.0，咁我哋都要等到明年先可以跟住降。咁新規之後咧，取消咗房貸利率重定價值最少1年嘅限制。咁即係話，現在銀行俾咗我哋多幾個選擇啦，可以選擇3個月或者保持現有嘅1年。如果按照現在不斷喺度下調利息嘅情況下，真係可以先無腦選擇3個月，因為喺利率下行嘅週期，我哋越早享受 LPR 下調帶嚟嘅利率咧，咁樣我哋就會慳得越多噶啦。只要利率下行，我哋每3個月就有機會將呢個房貸利率調整得更低，咁樣嘅話，每個月嘅月供自然都會更加少啦。咁具體點樣操作呢？我亦都幫大家準備好啦。以農行為例，打開手機 APP 揾到房貸，然後我哋選擇房貸利率調整，點擊我哋相應嘅個貸信息，然後點擊利率調整，將我哋嘅重定日調整為3個月，然後提交審核就好噶啦。咁我本人咧就已經係測試過噶啦，部分嘅銀行咧還未完全開啟入口嘅。目前咧我哋嘗試過4大銀行啦、廣發銀行啦、浦發銀行啦、民生銀行咧都係可以調整嘅。咁大家快啲去申請啦！